啊，知大嫂开门来，有人来了。
是随我来。
且你违反我七十条款，这就是我断断不能信。怎着？你说我违反你七出条款，那好办呐，你就说我打工骂婆，不做家事，这不端那不是，别说是七出条款，就是749条啊，我也认了，也写
郎才女貌，
那总算得上是对豺狼虎豹了。哎，大嫂子，俺有两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啊？有什么话你就赶快说吧。是这么档的事俺这个岁数啊，俺还没有讨个老婆嘞。你看，你要改嫁，你是没有男人，俺是没有女人，那俺们两个要是成为了夫妻，那可真是天成一对儿，地成一双。呸！瞧你这长相，癞蛤蟆想是天鹅肉啊！都玩上了，真像。哎呀，不要紧，钱能通身，女人爱的是钱。那、俺有超能力。哎，大嫂子，俺这个看个宝贝，你看好不好啊？宝贝呀，什么宝贝呀？哎，你看这个，这个，大嫂子，你看俺这个宝贝好不好啊？这么大个儿，这是什么呀？你要是答应做俺的老婆，这个单元宝啊，就是你的，都是你的。我说张家兄弟，咱们俩的事儿总得要个媒人呐。怎么着？还得找个媒人啊？那这么着吧，就找那个王大哥给俺们做媒，你看好吗？你认识他呀？俺不认识。你怎么知道他姓王啊？大嫂子，台底下总得有几个姓王的吧？没他们的事儿。没他们的事儿。好，谢了吧，王大哥。我说张家兄弟，前村有个徐大嫂，让她给我们做媒，你看成不成啊？怎么着？找那个徐大嫂？好，走。等等，我说张家兄弟，等着。你过来，这么大顶金子，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呀？哎呀，大嫂子，你看你这个人，你不信呐？来，瞧见没有？这上面烙的是周大福的款，现在国家600多，我给你闹的。还找什么媒人呢？他不就是最好的媒人吗？怎么着？他就是最好的媒人。如此念兹来呀！哎呀，这个女人撒起性来，实在是没办法，走吧。
是妙语，明年是否有我？江春水面跳摇曳，夜晚灯前叫飞蛾。哪位是阿弥陀佛，您是干什么的？哦，我是过橘子。橘子，你是酸的还是甜的？那你应当到水果店里待着去。我是不烤的橘子啊。哦，不烤的橘子，您来我这儿干什么来了？三堂好马一并，一在你庙中借水宵，等候观望。你得了吧你！去年也有您这么喂橘子，跑我这庙里头借宿一宵，没想到第二天把我这大店里的东西全给我搬走了。你呀，干脆到别处去。我岂是那样的小人？你说你是好人，我也瞧不出来呀。常言道得好，释放绅士释放了，私放君子来投靠。你乃是位持家之人，你当此为本。好了好了，这么着得了。我这课堂你是不能住的，干脆呀，你到我这草房对付对付得了。草房也好。哎呦，得嘞，进来吧。看在哪儿？哎，看见没有？这儿就是。哦，多谢了吧，多谢了。齁脏了。玉门三军郎，平地一声雷，我暴露的，仅有朱买缠朱大老爷得中了第18名进士，我这找了老半天了，也没找着人呐。哎呦，没法子，还得找啊！这儿有栋庙，我呀在这儿问什么？我说庙里头有人吗？来了呀！这2天可是够忙的。哟，您是干什么的？我呀暴露的。暴露的啊？那您应当到客店里报去啊。嘿，您不知道，我呀照这个旅店、客店、大车店，我都找了，没找着，所以呀，到您这儿来碰碰运气。我这儿昨儿晚上是来这么一位，是吗？这位高中的老爷尊姓啊？他姓朱，大号买臣。买臣您等会儿，下去歇会儿去，我给您问问去啊。得得下去吧。昨儿晚上那个，他也没得命啊。哟，天儿可早了，该叫他起床了。我说施主，您该起床了吧？师傅何事啊？天儿可早了，您该出去办办了。哦，多谢了。回来。不是啊，昨儿个还没请问您的尊姓呢。我姓朱。哦，您姓舒。铁卫朱。铁卫朱。大号买臣。朱买臣。哟，朱老爷，您怎么在这儿待着呢？哪个混账王八蛋把您搁这儿了？您快跟我走吧！
伺候着。捷报贵是知大老爷之外臣得中28名进士。哎呀，怎么样？您中了，我这儿中了，铁在了。哎，得嘞，铁在庙少。没样儿啊！哎，你怎么还不下去啊？小师傅啊，您瞧啊，我们报路的不容易啊是不是？跑上跑下跑坏一双鞋，还得自个儿花钱买啊！完了您跟老爷这儿说一声哦，来点赏钱，要点钱对不对？哎，后上，你多说好话，没错。启禀朱大老爷，外头报路的，想管你要俩赏钱花。只不过您要是不方便，小僧替您电办。哦，借来有。哎，您这话是怎么说？他是我的就是您的，您的就是我的，您就说拿来用。取下来。哎，报路的，老爷赏你的演出费，下去卸妆去吧。来此一事，门上哪位听使？又来人了。哎，您是干什么的？三班衙役前来迎接知大老爷上任的。后着。启禀朱大老爷，三班衙役接您上任的。哦，叫他问你哪一进了？知道了。老爷让你们100的进去。不用那么许多，一班就进去了。这边不就结了吗？给老爷祝福。哎，一边一个，给老爷祝福。别站腰围。参见太爷。完了，到此何事？只因太爷开手快请太守，现有官袍玉带，我因散不了呈上。啊，你金话。你金环。哎，我说这位二老爷，您请过来。做什么？你们是即刻上任吗？即可上任。听我告诉你，你们老爷这衣食住行、吃穿用，我都伺候惯了，干脆呀，你们把我也带到任上去得了。哦，你也想与我们到任上见识见我识？开开眼界呀！如此鞍前马后，伺候之事有我，都是你。都是我。哎呀呀，这便是好啊！穿衣是你，是我，用饭也是你。我伺候惯了。有道是，这持家之人要的是路根清净，你为何如此巴结呀？你懂什么呀？我这是借助新时代，我是广结佛缘。李妈，我来问你，你说你当真想与我们一同前往？那可不是嘛，我得看看去呀。你真当我不知呀？怎么了？咱们俩就给人家徐建中老师趁点时间换衣裳。哎呀，换是念经去吧。好了，请太爷。太帅了！有我90两，做放金仓部，以后还要重修庙
请法子。自打跟了你呀，我都倒了血霉了我。哪儿这么多？起来！哎，哟，哪来俩叫话的呀？哎，这不是朱大嫂吗？你住口！她如今是俺的老婆，俺就张三，她叫张大嫂。我张大嫂，你瞧这个性，起开！嘿嘿嘿，恭喜朱大嫂，贺喜朱大嫂。我都这样了，我喜从何来呀？哎，今有朱满臣朱大老爷得中18名进士，那岂不是一喜吗？什么？他做官了？没错啊。我不信。哎，他走马上任就要打此经过了。什么？他真的做官了？真的呀！哎呦，他做了官了，我可是受了害了。啊，娘子不要啼哭，你夫妻若是团聚，这里头啊，那还有你的事儿。对了，没我这事儿嘞。这可怎么办呢？不要紧呐，等着到此，你拦住马头，苦苦哀求。倘若将你收留，是也未可知啊。哎呦，也只好如此了。对了，哟，来了，嘿，进我开这了啊！来。
话，他不要你，俺要你。